撳著柄打佢。你唔係入咗帶嘛？冇，呢招叫轉移視線分心大法。呢招分明叫老漢推車，你唔好當我唔識嘢喎。我係講緊我呢個方法，係古代神醫華佗所用嘅麻醉大法。古時有關雲長全神貫注捉象棋刮骨療毒，今日有我007聚精會神睇鹹帶作骨攞蛋頭。開始，自己先睇下。哦。啲骨頭同子彈太近啦，隔離仲有得神經線，好痛啊！你忍下。黑人都有。做咩停晒手？哦，我專登將全身嘅血扯埋一齊，集中喺一碌，以免佢失血過多嘅啫。唔好理埋啲無謂嘢，繼續啊！佢遮住我視線啊，你撥開佢啊！Come on， 大力啲，大力啲！做咩啊？太大力啊！我咪同你講啊，我同個黑人講嘅咋。Sorry。